东西过时的、过无体用的，我们顶上会感觉讲，假如无价值的呀。不过係對情感文化面來看，無聽錯係安尼哦，還可能因為伊過時的，還個有意義。花蓮玉里改發地形改創，交通相對如果唔利便，要求為初到服務河東地區，也如小古蘭海移動地區嘅民眾，26年前睇下只嘅設置嘅行通油污車，大早上半夜如果去到11點，屯鄉前來判協前費錢，幾時呢也到業務。唔過談論玉里嘅人口老化，幾多人使出去嘅，人家明年呢都差唔多，能10個位居民會用到一個行通油車，故所一個服務是愛採測喺度，國家談到嘅感覺講幾打爽，也有韓國多人發現到，也細細嘅綠色巴士，其實佢有人情味，也係重要嘅文化資產。故所一個行通油車唔採測的，愛揾第三台嘅車嘢，去繼續睇193套航行駛。你好，一代一代甜甜的小朋友自治球向下，目見見咩健康差異度好。做邊頭行通油污車都會填啲花蓮重鋪國小門口，就算半夜到半午都會來，小朋友看到還係痛嗲嗲的。好，一個一個來，我叔叔幫你貼郵票來。先生帶定入去忙死幾個新的嘢生意呢。老明信片交本油污茶行的工作人員來點郵票，自家再個老記登入流通度好，就係按簡單的體驗。我也到仲係生意呢來建設到成間好去平凡的生活。要乖乖哦。也台全台灣將存到嘅行通油污茶。跳從年地花蓮193套來去，同河東地區嘅民眾來服務，看囤積的茶葉，地基作為當年也求嘅。民國77年開始判到你啊，因為呀行動有距離啊，本呀河東地區嘅人吼，清奉片，農民搞2錢啊，愛記掛號啊。下先咧也得叫天花飛啦、天飛也得吼，其實要郵局簽驗，我哋都父母都有卡來啊，哎呀，老人家也就感覺其實一封片啦，32塊。吳崇德先生18歲就考入郵編局，嗰天年就做滿35年呢，做用於郵局行通油污茶工作人員，未19年呢。呀，平常時都數掛號先的啊，個也得愛賭金的啊，愛2錢的啊。郵局郵判的業務呀，全部郵判啦。加都係呀，玉里呀，特別吼，河東呀，特別算講較狹長啊。愛去郵局無方便啦，所以怎麼有安尼行動郵局，怎麼設啊呀，特別。本也特別嘅大家安尼較方便啦。本身就是在家裡開店的，你說如果說要去玉里劃撥的話很麻煩，距離時間有半個小時，你還要再回來，真的也是只有一個小小的事情而已。你是覺那可能有理性嗎？我30年咯，冇啦，都有啲人賺錢就來賭落去，啊冇都量都來量出來樣啲啊，那有乜個事情？有哦，真好哦，三次去到玉里啊，冇啊，就從我將玉里安嘅。佢個郵局查對人一隻狀況嘅白嘅老人家裡頭也真方便，也真對也個郵局嘅就人工也真辛苦啊，真實嘅狀況嘅個老人家，方便啦係。還有阿伯講，啲行通油污茶開來，忙前忙後，故地福蔭下等等的，看到佢一到，天天呢空起來去辦事情。啲呀，唔是出號碼牌，大家都會刺痛擺列的，因為油污茶行冇電腦，單頭做錢都會用寫嘅，大家未動有耐心的啲嘅等。太體全部共用啦，全部父母嘛。
嘿，遐出来是全部手工的啊。上海人爱记歌好啦，爱记嘛个真天本身的嘛个，安尼来去写，吼，来去写新风，上海来写新的嘛有。其实2千太底拢唔晓写较多啦，拢全部来一点做到好。邮局底拄个是安尼，你啊全部拢填落啊，后上海的用油较多嘛。这么幸运哦。同姓。是哦。当开朗当有功的吴崇德，因正佢啲行通油夫茶行夫妇认识的一道朋友，对乡亲来讲，佢咪系大家好朋友。行通油夫茶咪系大家生活度红的一部分呢。遇到遐老人家吼，都像阮一家阿爸阿妹咁样啊，嘿，真亲切啊！上海叫我油菜，佢嘛买送伊啊，佢种个青菜啊，也对哦，无来拿个种，唔得叫我买伊啊。佢上海爱寄个健保卡本身嘅咧，佢打工来，你来写好皮，咁样伊父母以后，叫我送伊东西啊，没来输过不伊买咧。因为我们很熟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有时候，譬如说我们在那边呼喊他要走了，他就会停下来，然后再倒退回来等我嘛。然后有时候寒暑假，他就知道我们一定会来寄信。那譬如说我们本来约2点半，假设我们到2点50，他还是在等我们，然后他会打电话来说：“你们到底今天要不要寄呀？”这样子对，然后他就会等到我们来，他才会走。对，所以他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而且是好朋友。一下拄好返工嘅好角地，聽到和黃密插嘅田橋雪，行通油夫茶看起來特別特熱。現正啲廿年，單單就係港中綠色，見來見到熱出外裝，故所行通油夫茶業務量見來見少。睇啲都老人家啲上下嘛，有生诶攞去存錢啊，佢哋都上海愛寄菜本身嘅啦，又就張油工多定郵票嘛，頭擺也從下較多上些人多嘛，家都生意較好啊，佢家都無採紙變也就生意來家吼，嗰啲郵票嘅包裹啦，個鍍金也就吼，大家都也河東地區無郵票嘛，所以講家生意較好。你啊，漸漸都進來都生意無好嘅。你好，我可以匯錢嗎？當日太快就19生日，冇得辦事情，我就會寫冇幾多，係講讀到6幾天，歸路位做得講看唔到班長分表揚，也時節就將存到司機同吳崇德2、3年天天，為事故當日我去到位點。天的话，我们大概在这一条路上的话是跑11个据点，好，11个据点。那我们中午的时段会回到玉里邮局，对，然后就是早上9点会从玉里邮局出发，11点50分在这个裕东国中，好，最后一个点我们会回到玉里邮局，然后下午2点的时候再从玉里邮局出来，嘿，然后再服务观音啊、高寮。好，安通，好，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这样。一天的话，对，差不多都跑个80、90公里。回路的一下有時間，吳崇德會整理家下將數到嘅新嘅一條郵件，無就係單頭，看起來已強好用嘅。是講我啲呀合起起嚟嘅茶嘅度紅古貴啲咧，咩唔咩按個色。呢天無人去啊，真艱苦。我做唔得做啊，都啲啊啲度先熱啊。落水田呢嘢都落尾落太水啊，啲度落細水啊。較辛苦嘅所在都可以偏數無方便啦。啲啊做幾年哦，精神無較好的上海會飲茶。都市可以報比較好的啊，可以偏數無方便，全部人去食。不過，就算按簡單、按下手，行通油夫茶未夫婦為26年呢，對第一台茶嘅換到第2台，現正幾啲呀要加時間當欺騙，故所行通油夫茶還係會繼續服務，未有換第3台嘅茶葉。
油车提供的服务纯粹都是就服务面而言，它不是就这种所谓的说成本的考量。那这一块我想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，服务绝对是不变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提供的这个除秽跟油污的服务啊，这个服务的内容不变。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民众有需求，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、更贴心的服务，我们也会来加以研议。按多年来，行通油府茶已经係用地也將以為一項特色景點。呢度我去來夜了嘅人客，為等停車嘅去到哪，佢就去到哪。未有日就係愛等行通油府茶嘅到來。暑假啊，也特別有一參望到果寮啊，佢有金針花、金針山嘛，啊，加都遊客較多，佢哋要當工頂嚟頂啦。你咁講，你啊台灣都傳到入去新東有市啊，啊打工來翕相嘅真多啦。未來啊，油車推出以後啊，我們也會提供一些，等於是說設計一些有關這一方面的一些明信片哈，或是一些個人化的一些郵票，甚至於有關我們郵政的一些商品，那麼來提供哈這些遊客啊，他們如果有需要的話，可以直接來做這樣的一個購買，那也可以跟這個油車來做一些拍照，留下他們美麗的一個回憶。謝強強就我本人擦睇嘅行通油府茶，拍攝嘅是切幾件綠綠睇嘅，搶色嘅茶身咪褪色口味，茶嘅都烘嘅唔從地先生，下定鬼老味轉黃嘅蛋頭。一道都係配啲素菜，人做就淘汰睇嘅冇用嘅東西。啲呀有幾純菜嘅特別意義，未啲呀形成特別嘅風景。細細嘅油府茶送嘅唔但淨係鮮嘅，係千溫暖嘅人情。